哦，壮观壮观！你看那白鹭鸶哈，刚刚还更多了，现在还不算很多。哦，你看看整群这样飞翔。哦，稻田那边有在松土翻土，哦，它就会过来。前方高速公路前方心灵休息站。哦，看到那个白鹭鸶啊，整群啊，这样飞翔啊，景观很大只的呢。哦，你看有的，你看降下来。哦，你看降下来是这样降下来。哦，你看有在空中停留几秒钟呢，飞翔，让它停，飞下来哈。你看，哦，飞下来，啊，回到田里面啊，你看，哦，你看降下来，降下来，降下来，高度拉低了哈，你看降下来，哦，在田里面，它怎么又跑掉了？哦，好棒哦！